如果模擬理論係啱嘅話，其實都合理。因為如果有人真係模擬緊好多唔同未來，喺佢一悶就會停咗個模擬，一悶就會停，因為呢個就係我哋嘅現實世界會做嘅嘢，好似 SpaceX 或者 Tesla 咁。如果佢哋要模擬一架車、機械人、太空船或者其他嘢點樣運作，我哋都會喺電腦入邊跑晒個模擬，而我哋會留意喺模擬通常都係最有趣嗰啲。好似喺火箭一切順利咁模擬，其實我哋都唔會特別理，因為嗰啲唔係一切順利嘅模擬，其實佢哋特別，所以我哋其實會測試。當我哋模擬火箭飛行嘅時候，我哋會測試各種奇怪嘅情況，但我哋唔會測試，唔會有嗰啲模擬，完全錯晒都唔得，因為如果火箭一開波就爆炸，其實都唔有趣。所以你要揾到一個可能飛行路徑嘅範圍，火箭可以順利入軌又唔會爆炸，然後你揾到嗰啲界線，等你真係發射火箭嗰陣，就要確保佢留喺嗰啲界線之內。或者你可以睇睇，好似我哋係外星人 Netflix 劇集咁，而呢一套劇集淨係會繼續拍落去。如果我哋嘅收視夠好，收視好唔好啊？係啊，但係你可以睇睇，從達爾文角度嚟講，應用落去。如果你將達爾文理論應用嘅模擬理論上，佢淨係最有趣嘅模擬先會繼續落去。所以最有趣嘅結果最有可能發生，因為唔係佢就係滅亡。所以其實我哋第一個目標就係要保持有趣。